第一，阿乌掠阿古紧紧看，甲阿古收干，白须倒顶年间。阿乌甲手藏伫桌仔下骹，顺线心肝渴，因为无勇敢。第二，阿叔阿姑透早互人逮捕，哪会还袂敲电话转来？负责人烦恼甲，随望阿姑毋是款，而且阿姑甲恁翁毋是亲兄弟，是即伯仔。无论安怎，总是大嫂疼小姐。负责人互阿华讲甲。第三，阿华走去派出所找阿乌，伊甲阿乌讲：“你敢是为着毋成囝阿古强逼酷死？”阿乌讲：“莫伫遮练笑话。”阿华应讲：“若甲阿古讲你是我的，我是你的，阿古就会足乖的。”第四，阿古坐伫远远的，面相做歹。阿古讲：“我掠准阿华你是阮兄弟，无疑误煞是怪的。”阿华面笑笑的，看仔讲：“你若还阁为着要甲阿乌熟识，就不时做歹。后日会连阿乌上尾的好意都无去。”第五，落尾阿华摕钱甲阿古补。阿古要走进前，甲阿乌讲：“我后日要做生日，你若来就会知我敢做人啊。”